你也讲一个你的秘密吧。秘密啊？我妈妈不爱我，这算秘密吗？1年了，吃我的住我的，我跟你说，你再这么下去，你就完了你。养我不乐意，养个老白脸你就开心了？他们就不该生我。你妈没这么觉得，是他亲口说的。我大4刚毕业，我转正名额被人挤了，我心里难受，我想跟他聊一聊。你猜他说什么？谁让你蠢，脑子不好使，脾气还差，活该选不上。你妈就是那个嘴不好。那嘴要能杀人，我都死1万次了。我一听到他的声音，就是他声音里那种把我当成笑话、特别看不上我的态度，真的受不了。我辛辛苦苦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大，你说到最后呢，弄得跟仇人似的。明明在别人那儿我还没那么差，怎么到他那儿我就什么都不是了呢？我说听说你找着工作了，他居然跟我吼。我说我在殡仪馆做化妆师，给遗体化妆的化妆师，听清楚了吧？他一边啃着面包一边问我，你不是说你饿死了不回来吗？她是我妈呀，她不知道我会难受的吗？你没听说吗？人只有在立遗嘱的时候，才能明白哪些人更重要，哪些事要珍惜。其实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当初那个人离开我们的时候，你没有一次次的跟我说，都是因为我那个人才会离开的，你也没有把失去婚姻的痛苦全部怪罪在我的头上，或许我们的关系就不会像后来那么糟了。妈。老，我能看3月朋友圈了。你知道什么呀？你说你都多久没听我把话说完了？行吧，你忙吧。一起吃饭吧，我请你。喂，我们在你单位门口呢，出来一趟。今天是除夕夜啊，新年快乐啊！新年快乐！天越来越热了。陈叔，我敬你一杯，有你陪着我妈，我觉得挺好。然后吃菜。吃菜。我自己能夹的。你们往阳光下站一点，出来点，新郎可以搂住新娘的腰，笑容表情啊！对，保持。妈，你放下我干嘛呀你？不放。你不是追证了吗你？我就知道你要走，我就没想到这么快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是你妈。那根儿呢？给我好好染染。以后我都帮你染。我真的很想问一个问题，试一下我这个女人，你是不是特别后悔啊？不是的，3月，对不起，你是妈妈的唯一。1998年10月30日，我们的宝贝3月出生了。爸爸妈妈别无所求，只希望他每天大笑3次，一生都快乐。